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站由朝早7點半至夜晚11點半開放。因應大埔宏福苑火災，區內3個票站更換地點，有選民到場投票。其中一個更換嘅票站設於大埔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。朝早起，陸續有選民前往投票。完成投票嘅選民會獲派心意卡。因為近期嘅火災，希望佢哋會關注多啲咯，心理上邊咯，都希望佢哋可以得到有啲舒緩啊，有啲幫助咯。凡事都要向前向，即係向前行嘅，唔可以話因為有啲事去影響某一件事咯。另外，2個重新編配嘅票站分別設於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同羅定邦中學。有市民形容投票過程順利，都好順暢，咁啊工作人員都好多，指示都好清晰，咁啊今日人未算好多啦，咁早就好快咧都完成咗啦。人應該有少咗啦，係啊，但係都 OK 嘅，足夠啊，都清楚啊。選舉事務處有安排免費穿梭巴士俾選民前往新票站，上落客區嘅位置都有設置座位，俾選民喺等車嘅時候可以坐低休息。大埔選區屬於新界東北地方選區，5名候選人爭2席。選民期望選出嘅議員可以幫助大埔社區重回正軌，俾翻一個即係安穩個家佢哋咯，即係好似我哋平民咁樣，我哋都有去出錢，出得幾多得幾多咯。咁快即係恢復下我哋嘅生活咯，同埋即係安置啊，睇下咩即係有咩新安排，或者點樣安置我哋，或者咩方法啊解決我哋嘅住屋問題咯。新界東北選區涵蓋大埔區同沙田區西部，截至下午6時30分，共有逾11萬名選民投票，投票率為26.26%。說在線記者陳元君報導。